洪水风台省等东部地区总统罗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加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回避到东部3个关卡力道勘灾。罗清德是指示相关的部会要赶紧办理农民的现金救助甲复原的经费。宜兰县伫洪水风台期间，饮水情形严重。总统罗清德初二特别去宜兰五建洪水门工程巡视。罗清德表示，行政院明年会阁增加洪治水预算，总经费551亿来保障民众安全。另外，宜兰县即摆农业损失已经达到全品项的补助标准。总统要求县府甲行政院要赶紧作业，让农民赶紧领到救助金。要提高这个行政效率。农民赶紧摕到钱啊！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通报洪灾农业受损金额已经有4亿外。副总统萧美琴初二伫台东甲花莲勘灾，各巡视到气象土石流的灾情。地方反映花东两县的设计水池啊，甲各种菜色规制损失正惨重，勘灾认定要用真久时间，希望用立即免勘全品项救助范围。萧美琴指示农业部照地方需求来办理。所以这第一个原则就地方政府认定了哈。有一些已经倒伏，那这些农机的协调的话，包括怎么样去排程，哪一些比较严重的地区赶快来收。那另外收起来之后的干燥，这个也必须要来做一个排程。行政长杜英泰初二去南苏甲绿岛巡视南苏中学校舍甲学生学习场所受损的情形，也阁有绿岛重要设施复强风吹海气，要求相关部会检讨年度预算，赶紧用在绿岛复原建设。电缆地下的问题啊，那明年台风来之前要做到一定的程度，部会里面都还有一些预备金、灾损金，到年底了该用就把它用出来，该用就把它用出来，赶快解决现在的问题。另外，苏花公路土石流受阻断去，经过公路桥畅通汇德泵巷口，已经提早伫初二中昼进前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